舊有金飾除咗形態，設計方面都未必符合年輕一代口味。近年佢哋偏愛小金飾穿搭，所以第一金鋪嘅設計一直喺輕奢時尚同純度保值之間取得平衡。其實傳統嘅金飾咧，往往追求係越大越體面，我哋咧反而就係專注小巧精緻，配合日常嘅穿搭，突出個人嘅風格。設計嘅理念係主張黃金其實唔只係一種金飾。我哋其中一個特色嘅系列鎏金彩蝶系列，靈感咧係嚟自於蝴蝶破繭而出嘅一刻。呢個系列係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螺鈿嘅工藝鑲嵌喺黃金上面。每一片嘅螺鈿其實都係由海洋嘅鮑魚貝精挑細選，慢慢打磨到好似紙咁薄，再由工匠嘅巧手逐片拼貼成為蝴蝶嘅形態，打造閃閃發光嘅紋理。蝴蝶自古以嚟就好似象徵住蛻變同埋重生，就好似我哋第一金鋪嘅理念 It's all about self-defining。人生係由自己定義，每一次蛻變就係對自我嘅追求同埋超越。當光線照落嚟喺蝴蝶嘅翅膀上面，折射出千變萬化嘅色彩，就好似講緊每一個獨特嘅璀璨故事。睇完之後係咪心郁郁都想買金呢？不過無論係買金條、金粒定係足金飾物，買之前記得做足功課啊！